好，来继续来看花莲的吉安乡农会成立第一间的保健作物的加工厂，要来帮辛苦的农民推销农产。一蕊一蕊遮尔水色的油菊花摆红满满，互人放伫城市海南的低温真空打扫机内底，要甲水脱互干。用旋转式的，它均温就很平均。 这是花莲吉安农会的保健作物加工厂，会使替农民加姜黄或者是青乌加果子等等的作物，一摆完成打扫等等的程序，变做茶包或者是加农。细粉完以后，我们看它要装瓶还是装成胶囊，那这样整个浆完的流程就完成。去做标准化流程，增加速度，让农民辛苦收成的农产品有更较悬的价值。花莲在以前没有一个比较具规模的有机加工厂，那我们可能都要送到西部。即马唔免像较早共款走去西部，未来加工的农产品唔有吉安当地，希望未来会使增加范围到花莲其他乡镇或者是外县市，来增加农民的收入。